大家好，我係 Marcus，Soga 嘅創辦人。今日2025年，我哋嚟到亞洲博覽館呢度睇一個展覽，有超過9000個參展商，30萬件產品，亦都有超過12萬嘅訪客會嚟到呢度。面對住一個咁龐大、咁多潛在客戶嘅地方，正正就係一個好嘅機遇去交流業務。但係喺咁多嘅潛在客戶裏邊，你又會用啲咩方法去捕捉到呢啲生意呢？一直以嚟，我哋都收到好多呢啲紙卡片。收到張紙卡片之後，究竟會點樣處理呢？你會打入去電腦，定抑或擺埋一邊？今日我哋有一個更加好嘅方法，想同你分享一下。我哋 Soga 有一個 AI Card Scanner 嘅功能，你可以用佢去掃描一張紙卡片，佢就會用 AI 嘅方法自動幫你識別卡片上邊嘅資料，準確地直接儲存喺你嘅 CRM 裏邊。你收集咗好多呢啲潛在客戶，你就可以好方便咁樣同佢哋通訊。除咗紙卡片之外，今次我哋又試下掃描下佢呢個參展嘅名牌。就我哋乜嘢都可以掃描嘅。我哋嘅 AI 功能可以幫你揾翻同埋修正一啲認得唔清楚嘅資料，一瞬間幫你 save 翻落去 CRM， 用一個有系統嘅方式儲存客戶資料，可以大大提升你推廣同埋銷售嘅成功率。今日就馬上用我哋嘅 Soga 以一個更智能嘅方法去捕獲同埋管理你所收翻嚟潛在客戶嘅資料，做更加多嘅生意。